命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并不是拥有哪一种头衔或职位，而是能忠实的态度为主做工。上帝不只呼召那些看来地位显现、聪明能干的人，也拣选了那些看来普通平凡的信徒。求上帝使我们能够在教会里认真忠实的服侍，使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。就在那里，你的双手。